来要提醒乡亲，厝内底上好来装这个火灾的警报器，万不有状况，真正会当救命。宜兰东山乡有民体火烧厝，一个81岁老先生调离火场，加在就是有装这个火灾的警报器，才会当及时发现，把老先生救出来。冲看一下。 消防人员接到通报，赶到现场，紧入去到厝内，看规间厝已经拢昏到乌麻麻，包括床架啊，也有木造架板，拢烧甲变形。不过这时耳边也有听到警告声，就是徛过火灾警报器发挥作用，伫困梦中的住户拢惊醒起来，紧灭火。原本受困的81岁老先生，嘛伫警消赶到后，顺利甲救出来。这件火警发生伫19日透早，地点伫宜兰的东山乡。虽然厝内拢烧甲乌气，不过好在在无人伤亡，这拢是因为有警报器。火灾！发生火灾！快小厝紧走！一侦测到有乌烟，就一直无停发出警告的声音。正常伫高雄，嘛有老人使用微波炉导火，好在再有警报器，才无去解掉。因此提醒厝内人一定要安装，才会当减少火灾伤害。